如果今年你仲想去獨富公路，唔想同人逼，又唔想塞車等幾個鐘，千祈要留意我哋呢個團，錯過咗呢就要等出年啦。大家好，我係周老闆。好多人都話獨富公路唔係人逼人咩？又成日塞車。今次美美假期趕喺獨富公路封路之前，專登安排咗一個行程。咁一年開放4個月，點解周老闆專登喺揀9月份去呢？首先暑假結束咗，遊客相對一定係少咗嘅。其次正值咗秋季嘅黃金季節，天氣好先至可以更好嘅體驗。咩叫做一路觀四季，十里不同天呢？嗱，獨富公路第一景獨山寺大峽谷、天然畫廊、唐布拉百里畫廊、千年古木道、曼特克古道、絕美那拉提草原、九曲18彎、巴音布魯克大草原、塔塔秘境，同埋其他團都唔一樣嘅。我哋調翻轉頭走，再去25年全新開通嘅天山勝利隧道，呢個就巴閉啦，全長22公里啊，20分鐘穿越天山，好犀利嘅。睇埋黃武瑤池、天山天池，一次過打卡南北疆所有精華嘅景點，仲有超多貼心嘅福利，所有嘅景點門票全部包晒，仲特別安排咗天幕下飲杯下午茶，體驗民族服裝，拍攝留念，那拉提小車隨走隨停，細節到位，幫你諗到足啊！想報團打我哋嘅電話熱線26501628，甚至乎去我哋各地分行門市親身查詢報名啦。